今天的哈克音乐盒要教小朋友一首可爱又好听的歌曲哦。真的吗？是什么样的童谣啊？这首客家童谣就叫做《捏发髻》，小朋友一起来唱歌跳舞喽。可是我听不懂它的意思，可不可以来教教我们啊？其实这首歌一点都不难哦。捏发髻指的是月亮姐姐的意思，这首歌是唱给月亮听的哦。不如现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，今天要教小朋友哪些客家词语，就会知道这首歌在表达什么意思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小朋友赶快跟我们一起去学客家话，走了！捏发髻，月亮姐姐，捏发髻，月亮姐姐，面甲，脸颊，面甲，脸颊，牙家，你的，牙家，你的，无相样，不一样，无相样，不一样，马啥，谁，马啥，谁，剃头糖，花生糖，剃头糖，花生糖，家黑，那是，家黑，那是，哪样，哪一样，哪样，哪一样？嗨，小朋友，我们刚刚学了好多的客家词语，那是不是知道《捏发髻》这首歌的意思呢？我知道，苹果姐姐，这首童谣里面是说月亮长得每天都不一样，而且他还问月亮姐姐喜欢吃花生糖还是喜欢吃绿豆饼哦。哇，彤彤姐姐好聪明哦！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那小朋友，现在让我们再唱一次《捏发髻》这首歌，一起来唱歌喽！来，一起来做月亮，一起飘一飘。